谢欢迎来共款看的是国民党的消息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今日飞访大本营新北市，甲立委候选人林德华车队扫街要冲选前，伊的副手赵少康是去宜兰进行青年的座谈。赵少康为了要抢攻这少年人的选票，更加上这个何良爷爷是的专访，是讲到新北挂暗棍的这个命案，却讲是因为市长请假才发生。侯友宜表示讲，伊真重视校园安全，未来会积极落实校园安全，袂好这款的代志搁发生。凉凉的天气到淡薄仔11号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到穿宝贝竞选外套陪家囝车队扫街。这摆当会到新北市，支持者拢热情加欢迎。侯友宜。这边咧回访大本营，也毋过相信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指出，地方当咧透过改选斗相共国民党选举，去互赖清德找机会约来拍。我这一辈子2代人守护台湾这个土地，我亲什么做？所以你不爱物件，你拢用这个方式来抹红别人。这选举没有招式，只有靠这一招。侯友宜伫新北购选票，副手赵少康是来到宜兰，和当值立委候选人做会和学生座谈，何康培分正合击。不过赵少康上节目煞意外去讲到国中生杀人的案件。那没有偷车，可是有国中生刺人。那刚好，因为他请假，他如果不请假，搞不会发生这样。哦，所以他不该请假的。那没办法，因为民进党逼他嘛。就是这几句话，和侯友宜有淡薄眼药。我面对这个议题，我们赶快积极的去落实校园安全，校园安全零容忍。绝对不能再有事情发生。为什么发生学校的这样的悲剧？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悲剧，我也很难过。不同性质的节目了哈，那我是不愿意在这样的节目上骂民进党。赵少康为家己讲出去话来收尾，毕竟伫选前的最后关键，安怎拢袂当扣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